上一次咧，你個心臟病咧，裏邊咧就壞死嘅，咁你醫院嗰度都冇話搞掂啦，我幫你電泳埋口，你記唔記得啊？即係個心臟。係冇錯，嗰陣時我幫你放大嚟睇啊嘛，跳下嗰度裂咗啊，同埋乜嘢同埋咧有少少血切噶嘛，咁你醫院都解決唔到啦，咁你嚟到我醫，咁我幫你解決咗啦，咁依家心臟就穩定咗啦，咁冇事啦，同埋你血壓好高啦，咁經過我幫你電泳之後咧就控制咗，可以唔使食血壓藥啦，咁我而家都唔使食血壓藥啦。係冇錯啦。咁但係你有啲糖尿液都幫你解決咗啦，咁依家咧就高嘅幫你降翻低啦，就唔使食糖尿藥啦，西藥嘅糖尿藥，中藥就可以幫到你啦咁樣。咁依家覺得隻眼唔舒服，幫你電泳隻眼就立即會咁我而家幫助你盡量降少佢退化啦，可以睇到啲字仔啦，咁樣。咁依家仲有感覺其他唔舒服嘅，曾經患過骨刺啦，行路唔得啦，咁依家幫你去除咗骨刺就可以行得路，OK 咗係咪骨刺嗰啲廿幾年啦，幫佢搞掂咗啦，依家 OK 啦，可以行得路。咁仲有冇其他唔舒服幫你已經一次過搞埋佢啦。咁中醫其實真正嘅我學嗰啲古代中醫咧係失傳咗方法，係真正係醫好人嘅，可以幫到人啦咁樣。唔該晒你。